弟兄姐妹平安，家庭礼拜的信息题目是殷勤人必得丰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箴言Tanang dosaku safaw at jefang dosapuluh iraku pitu at usir matuka ai a tamslawi sa ai pi hos do tama ningra nikaurira malaru kai a tamslawi kakahasku ka sasakan no safung ningra。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懒惰的人把野鸭或是野猪猎捕回来，可是他懒得烤，当然就没得吃。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却没有记在心上，没有祷告，没有遵行，灵里什么也得不着。可是殷勤的人不一样，他却得宝贵的财物。殷勤追求主的人，单单要耶稣，常常聚会追求主，他会得到天上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一个殷勤传福音、火热做见证的人，会得着宝贵的灵魂。我们追求主一定要殷勤，才会得着宝贵的财物。Tanang sepatku safaw a sepang hatinisan malaru kai amatayar atam sawi saai ka rau tu saka urip saurumi armi sanai ni sata jiao i mama lapakusia。诸般殷勤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在各样的事上勤劳都有好处，只有嘴巴太勤劳，常常讲一些没有必要的话，反而会使灵性穷乏。殷勤的人不会急躁匆忙，他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考虑周全，衡量每个步骤当如何进行，哪一件事情是要先做，如此他可以很快做好该做的事情，并达到目标，而足智丰裕。殷勤的人做起事来不会拖拖拉拉，会尽量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一个懒惰的人看见一个殷勤的人，灵性那么好，得着主那么丰富，又非常有爱心，常常帮助人，服侍人，心中很羡慕，可是却无所得。懒惰人总是不肯花功夫追求主，不肯花时间侍奉，当然灵性就贫乏，也没有为主结果子。当主再来时，懒惰人一定会哀哭切齿。所以我们一定要殷勤火热的追求主，殷勤火热的帮助别人，也学习在服事中不住的祷告，仰望耶稣，保持神的同在。这样我们在服事中不但不会受亏损，反而会得着丰富。殷勤的人必得丰富。有一群大学生到湖边烤肉，旁边有2个钓客，轻松钓到很多鱼。这群大学生很羡慕，他们也到附近买了钓竿要来试试。可是他们不懂得钓鱼，钓了老半天都钓不到。大学生想请教一位钓客，这位钓客个性孤僻，不喜欢理人，
所以他们没办法从这位钓客得知钓鱼的方法，就去请教另外一个钓客。那这位钓客是一个心里火热，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说：好，我一个一个教你们钓鱼的技巧，但是如果有人钓到鱼，每钓到5条就送我1条。湖边好热闹，这位钓客很殷勤地指导每一位新手，这些大学生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虽然他自己没有时间钓鱼，但是大家都送给他的鱼远比第一位钓客闷着心一整天所钓的鱼更多。当你殷勤地服侍别人，帮助别人，相对的你自己更加蒙福，因为你付出的爱会回流到你自己身上。懂得付出，懂得殷勤地伺候别人，帮助别人的人才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这些付出都会转化成为用不尽的资产，到头来会发现竟然是自己得着丰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成为殷勤又认真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箴言达嫩读萨古沙花瓦之方读萨布罗伊拉古比杜阿读谢乌马杜嘎爱阿当条伊在爱比好好多大马宁拉你高里拉乌马拉鲁盖阿当条伊Kakahasku kasasakan no lafung ningra。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